队担任过一个永富5号的第5空间的负责人。我现在在阳明交大的应用艺术研究所的学生的就读。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好，首先让我回到刚刚第一页讲到第一页的标题，从标题开始。然后这是一个我先 put it forward， 就先说这是一个在城市当中寻找声音的作品，然后也是一个正在持续当中的计划。也在这一场分享会也邀请有兴趣的人可以参与这项计划。然后这是我在新竹的第3年，然后大学之后也蛮经常来新竹晃晃。然后我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很喜欢在城市里面一直走路，然后去感受城市的纹理跟氛围的一个人。有多爱走，你看就会知道。所以这次的作品分享可以算是我在新竹晃游了几年以来的一些反馈。那对我来说，新竹就是一个，就是至少在我有来到新竹的这几年的观察下来，它是一个不断在拉皮的。拉皮并不是只有我在讲，其实还蛮多媒体也在讲拉皮。例如说东门市场，或者是东门城，这几年来的变化，然后或者是走在街上就这几年都会看到很多公园会架起铁皮，然后里面再进行一些整修等等。更不用说，其实整个新竹是从1990年代以来，新竹为了因应竹科带来的这种人口结构的高速变化，推动了非常多的文化治理的项目，比如说广设博物馆。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建设、这些治理，它都是福音了竹科所带来的这群人口。它的治理总是视觉性的，而且品味总是属于某一群人的品味。例如说，科学文化城的想象，或是在几年前林志坚曾经喊出东门护城河作为新竹版的塞纳河的想象，这些都是在新竹正在发生的异国情调的想象。好，那所以我刚刚讲到拉皮，在这里我就用破皮对这个正在变化的城市空间进行提问，所以这为什么会叫做破皮？那我的提问就是在进行这些建设、这些拉皮的同时，我们在多了什么的时候，是否也失去了什么？也就是我所谓的破皮。然后在这个拉皮的都市计划中，是如何影响整座城市，或者如何去经验这座城市？但是这个问题就先不在这里回答。那我更关注的应该就是创作者有没有办法在这种在看到我所描述的这个破皮的之下，去有一个方法能够重新缝合这个破皮。那面对城市当中视觉性的治理，声音就成为我的策略。这也是为什么会是在这个城市当中寻找广播，但这一切都必须要从我带着一块声音的模组在城市当中晃游的经验开始说起。好，对，这就是就是有一块模板，然后这个模板它就是会去感应那个电磁波，然后发出声音。好，我有带那些东西来，我可以让我表演一下。好，就是我放模板包包，然后它会模板在包包里面，然后它就是会有一个线圈。让我打开一下我的喇叭。好，然后它就是可以去感测一些，电脑用的，好，投影机有，好，反正之类的，等一下可以接在大家玩。所以就是平常的时候，它就是会测出一些电磁波的声音。好，我先把它收起来。
好，平常它就是会，好，平常它就是会测出这些电磁波的声音。然后这东西它对我来说，它的技术意义就是它扮演了对电磁波的，它除了扮演对电磁波的转移，就是它让平常听不到的电磁波可被听到。然后它同时也位移了我们所能够听到的范围，就是我们并不是只是在就是这样听到耳朵平常会听到的范围，它多了一些波段可以被我们感测到。好，那所以我到底带的这一个模板就是做了什么事情？就是我必须要让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就是会听到一些广播，然后好，听听别的，然后在每个不同地方都有不同的广播，比如说，好，下一张，我自己蛮喜欢这个，就是我就是贴在这个地藏王菩萨的墙上，然后就是听到地藏王菩萨在说话。我后来我知道，就是我感测到的这个东西其实是 AM 广播电台，就是它并不是，如果是 FM 的话，它会需要经过一些更复杂的转换，但是一般在电线旁边或者墙壁边缘听到的就是 AM 广播电台。好，然后有时候会是唱歌，然后有时候会是在卖掉，然后有时候会谈一些神灵的东西。好，我想好，或者像这个就是庙前面的狮子，或是这个那个马达。好，我们来听一下狮子会说一些什么。就是狮子会就是唱歌这样。好，这好像还好，换别的。好，这个。好，但是大家就是大概知道，它在某一些点会有一些声音。好，回来。好，对，这个是我早上在市场旁边也会收到的。然后那时候还蛮酷的，就是因为我在那边，那个就在那个阿姨旁边收银，然后那阿姨就一直看我，就是觉得我很奇怪。大概就是对，这是主想在演森林参与。好，那所以我就走了非常多的地方，对，就是各处都去走了。那所以来做一些小总结，就是这些随机的无名这些广播都会坐落在一些城市当中的随机的无名的角落，然后通常会依附在电线或是水管上，可能是什么金属环什么的，偶尔会在空中。那我觉得它的整个共同点就是，如果建筑物是越密集的，那空隙越多的，越多杂线跑出来，那就会是一个好的接收点。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
这种位移后的感知如何带来重新缝合或是干扰既定感知程式方法的新策略。那我首先第一步就是把这些点都收集起来，做成一张地图。对，这就是我刚刚说到我有多爱走，比如说城市，就是这里面每一条路我都去走过，每一条都去感测过。前面的地图的。对，等一下大家可以拿的。好，然后有了地图之后要干嘛？接下来就是可以做一些好玩的事情，到城市里去唱歌。那这边是那个 demo 的影片，给大家看一下。对不起，看到。并非会来自于外加的声音，就是它并不是一个加法的手，它并不是一个加法的手段，而是对已经存在只是被隐藏的波段进行重新的联络。这种即兴或者机动性极强的路边的随唱，跟一般的歌星或演唱会或街头艺人不太一样的地方是，这样子的随唱并不强调表演者，然后这种匿名性，就是你不会因为是某一个人，而是听他在现场唱歌，因为每个人在每个点遇到的声音都不太一样，然后这种匿名性造就了人人都可以发声的一个独特音场。好，等一下各位，现在都还没有开唱。好，他开始唱歌了。所以现场就是会是就这样，我刚刚的东西。就是除了这个感测器之外，还会有一个地图，有参与的人物，然后一支麦克风，让现场可以唱歌，或者是你可以在城市里到处唱歌。好，那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就是如何参与，就是一个指令，就是在地图上面会有一些指令，然后你可以就是遇到歌声就唱歌，遇到讲话就跟着他讲话，你可以依着指令或者脱离指令，但总而言之，你会画记地图，然后你会记录你的路线，然后你会录下你唱歌的声音，然后交给我之后，我就帮你做成一份属于你在这个城市里头体验的一份专辑。那你行走的路径就会成为专辑的封面。那做一个小的结论，就是好，将街角的隐形广播视为某种依附在建物或是特定市容的随机无声话语。当声音不被感知时，它的作用仅只是市容中不值得被注意的依附物，例如水管或是金属管。而这些依附物总是属于某人、某机构的，而其隐性功能却是可以共享的。当隐藏的声响被解放时，依附物的功能即被翻转。
功能的解放将物从某人附属物变为共享物，而它将蓄势待发，成为随时干扰既有感知之物，而人作为技术物的一部分，则成为解放这项功能的最后的主动者。谢谢大家。